就如同你所说的，只有阿斯女能唤醒黑人。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下早上新的现场消息。这是世界三大宗教界大代志，其中一个活动就是大家镇南宫妈祖绕境，在新历3月19按算伫要上场。即嘛因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伊嘛讲，假使政府下令叫因停办，因就一定停办；假使若是无，这绕境活动就会照常来举办。也毋过即嘛规划讲，外国信徒望桥嘛歪软桥卡，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书宏来带来了解。书宏。好，主播各位观众，大甲镇南宫1年1度的妈祖绕境活动将在3月19号正式展开哦。但今年碰上了武汉肺炎哦，因此有不少医疗团体、立委甚至地方人士都呼吁镇南宫可以延期或者是停办。对此，董事长颜清标也亲上火线说明：这个庙宇举办绕境，咱较内行哦，我唔敢讲专家啦。对于疫情这个防疫管理，卫福部才是专家。针对着3个全台小妈祖绕境活动、进香活动的这个会不会变成防疫破口？卫福部请做出专业的判断，让各公庙有所遵从。咱政府尚未建议延期之前，绕境的防疫措施首次取消千桌旗架宴、妈祖之光晚会，还有咱上多的祝寿大典。接下来的经费率先捐赠3000万给疫情指挥中心，提供政府进行防疫工作使用，并以沿途加设这个防检站，加强这个防疫管理。今年的绕境卖无桥卖软桥卡，以避免人群聚集提倡大家设香宴欢迎妈祖在远处这个双手合十祈求，嘛是同款诚心无办法到场嘛会使透过这个视讯直播跟随妈祖。庙方强调各界的关心与忧虑，镇南宫都有收到，也会将意见纳入参考。目前还是决定绕境活动如期举办，但活动会进行简化，像是1300桌的起家宴可能将会取消。而在医疗界也传出期盼延期或是停办的声浪。由于9天8夜绕境活动将横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4个县市，上百万人一起同行同车用餐和睡大通铺，以及使用流动厕所，都暗藏病毒散播的危机。一旦爆发群聚感染，恐将造成医疗体系崩溃。对此，庙方也呼吁前来参与的信众一定要做好个人卫生管理。如果有出现发烧或者是身体不适，一定要立即暂停参与，并到诊所或医院看医生，避免任何可能引爆疫情扩散的机会。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多谢苏宏，进一步来关心，因为疫情影响，烦恼大甲妈绕境的过程，头尾拢总上百万人做伙参加，恐惊变做一个防疫的空棚。今年一寡医生拢建议讲爱停办，但拄则嘛听到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下早正式宣布讲照常举办，也毋过规模会变较细。假使讲若是要停办，或者是时间要延，都要拜托卫福部来做判断，互全国的庙拢会当遵守。调野立法委员认为讲应该都要防疫抗大声，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肖秉仪来带咱了解。秉仪。好，观众呢，这个大甲镇南宫3月的妈祖绕境哦，外界认为说担心爆发群聚感染，因此希望能够停办或者是延期。但今天早上呢，大甲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标也出面来对外来说明，这个不会再延期，但是会希望卫福部能够出面说清楚，不要让这一些宫庙呢无所适从。好，那么对此呢，这朝野立委的看法，带你一起来听。为了这个疫情。今年我就取消了所有的这个绕境的行程，那同时点心摊也取消，因为这个都会增加这种群聚感染的风险。那所以我个人能够做到的，我尽量做。那我也呼吁，就是说，应该大家集思广益啦。我觉得，身体健康是大家最关心的。请疫情指挥中心这边告诉国人说，到底目前确实的疫情的状况为何？那如果说真的需要
禁止或者说真的需要取消国内大型的集会活动的时候，我想疫情指挥中心也应该要说清楚、讲明白，让我们国人能够以最专业的态度来共同面对疫情、防治疫情。好，可以看到呢，大家还是希望以防疫作为一个优先。不过呢，现在呢，正南宫的董事长严基标都已经出面来说明呢，未来这个整个3月的妈祖绕境呢是不会延期的，但是会缩小这个规模，但是不会钻轿底，还有这个摸这个神教的方式，那么也是要避免一些感染的机会发生。但我们可以知道，我这一次呢，整个绕境呢是不延期的，照常举办。当然，严基标也将整个球丢回给卫福部，希望卫福部作为一个主管机关，能够明确的跟大家讲，到底要不要延期，到底要不要办，不要让这些宫庙无所适从。好，那么对此呢，其实呢，曹野立委还是会担心，如果万一真的有绕境的话，照常举行的话，还是会担心有群聚感染的情况发生。好，像目前现场最新，再把时间交换棚内。多谢编辑，小连线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日本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四国地区无人去画着，因为2号传讲四国的德岛县一个60多岁旧年人确定画到中国武汉肺炎，嘛变做四国头一个例。原来这个旧年人伊坐过泉州公主号，经过检疫是阴性，这个月20落船倒转去，这个过程有坐巴士、坐电车、嘛坐飞行机。本地这个旧年人无啥镜头，是要求讲爱定验。想讲验一个结果阴性，却变做阳性，消息一传出来，互大家拢安怎想嘛料想袂到。另外，日本大型广告公司电通嘛传讲有一个员工确定画到，业者宣布5000个员工全部拢爱伫咧厝的做事，袂当去公司。另外，北海道同款嘛因为疫情影响，在地政府考虑公立学校全面停课。镜头继续刷转来台湾，要来看到家己布地。好美丽海沙堡，昨下晡一只车强掉伫内底，煞无法度出来。海巡人员赶紧来巡查，结果发觉到这个细粒的查甫驶这只车掉伫海沙堡袂顶袂动，赶紧调派卡手来斗3工。拄开始大家是用拖的，落尾因为这只车链纳一个伤过深，安怎拖嘛拖袂顶动。上尾是拜托在地讨海人来斗3工，联络到大型机具公司来支援，一直到暗时才顺势把这只车拖出来。这人讲，伊本地是来到海墘要来钓鱼啊，结果要回去的时，无细哩，规台车煞掉伫咧海沙堡，驶袂得出来。伊嘛讲，讨海人家斗3工，互伊足感谢。那你讲啊，小心无事本，驶车千万唔通拼紧。新北市中和秀朗桥桥头2、5透早发生这件车祸，一只轿车好亲像为了要赶紧，经过12路口的时，煞弄红灯，引起到车顶直直行，一个桥倒摆人，互伊弄一个船飞出去。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陈祖勇来查人了解。祖勇。主播各位观众，新北市中和区25号清晨发生的惊悚车祸，一名林姓驾驶呢在上班的途中行经了锦屏路和新北环快的路口时，看到了红灯亮起，还硬要强行通过，结果直接撞到了绿灯起步的机车骑士。我们来看一下惊险画面。整个车祸的过程都被后方的行车记录器给拍了下来。那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被撞的周姓骑士人整个弹飞，重摔倒地，目击民众也都被吓坏了。至于警方赶到之后呢，也将骑士送医，但他命大，只有手脚挫伤，没有大碍。至于肇事的轿车林姓驾驶呢，没有酒驾情形，只是这么一撞呢，挡风玻璃也呈现了蜘蛛网状破裂。至于为何会闯红灯呢？警方还要再厘清，也提醒驾驶人经过路口时要依号志灯号行驶，以免发生了类似的车祸，损人又害己。那么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把前镜头交给棚内。多谢主阳。另外，这件车祸意外发生伫咧昨下早啊，一只白色轿车为万里要驶到基隆，敢若因为现场大雾的关系看袂清楚，这只车直直弄到中央隔冰道了后，刷来弄去到对面的车道。画面会当看到这只白色轿车伫咧现场并一连险险啊去弄到别台车。该在这个驶车的人无讲真严重，敢若着轻伤尔尔，嘛避免一件更较严重的事故。另外来关心，这个月2日，台南客家发生一件开枪的案件，引起一个人不幸无命，另外一个人重伤。这个犯人姓金的嫌疑犯走路走4天了后，伫咧台南嘉里已经被警察抓到。详细情形继续要连线记者吴梅轩来带咱了解。梅轩。
好，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警方大阵仗将一名男子压制在地。那么所有的警察呢是全神戒备，不敢大意，因为这名男子就是在这个月21号涉嫌在台南学甲开枪射杀好友和前女友的金姓凶嫌。来看当时的情形。1、2、3、4、5。好，冇练跑。阿力，那谁啊？哥，你要后边啊，没有。好了，可以看到警方在凶嫌身上是搜出了一把改造手枪，还有5发子弹。那么当场将人上铐带回连夜侦讯。根据了解，这名金姓凶嫌日前跟认识30年的姚姓好友，还有郭姓前女友3个人一起投资工地，结果事后撕破脸，这名凶嫌不满好友挺女人，不挺自己兄弟，愤而上门朝2人头胸腹部各开3枪，总共是开了6枪，那么造成好友伤重死亡，前女友重伤，经过抢救保住一命。但是呢，这名凶嫌在犯案之后还故布疑阵，假装自己已经离开台南，不过最后还是被警方锁定行踪，趁他骑车外出，将人压制逮捕。以上是我们找到的最新情形，张沈交还棚内。多谢梅山，过来关心这个画面。昨下正伫咧基隆外海，海巡人员无意中发觉讲有一只渔船啊，挖靠伫咧礁树的石搭。画面会当看到这只渔船啊，绑伫咧石搭，拢总4个船员，也有10个人客伫咧船岛钓鱼啊，无上岛。因为基隆市礁树是野生动物保护区，管制会当讲是足严格。这只渔船啊，无张无弛驶来到这个所在，已经违反规定。海巡署修正了后，函送主管机关要来依法来罚。搁再来关心，这是台南一间带囡仔中心团讲到带囡仔的人员牵涉到对囡仔起骹动手、苦毒囡仔。即马有人拍影片，讲这一届牵涉到的是一个查甫的行政人员，伊牵涉到黑白甲人针囡仔，互人讲是毋捌字，搁兼无卫生，实在真太过。社会局调查了后，带囡仔中心的负责人，也有2个带囡仔的人员，含一个行政人员，拢总4个人拢有失觉察毋对的情形，依法来裁罚。公告因的名，这个机构嘛要停办1档。市长黄伟德伊是讲按算法就会当依法来处理，也毋过啊无加罚10倍，伊讲嘛无够。这个影片拢总有159段，拢已经交予检察官。一个查甫人要行出教室，敢是无欢喜囡仔挡伫咧门口，竟然伸手来杀，将囡仔杀倒伫咧涂骹。另外一段影片是伊抱着囡仔的面，直接就จิ้落去，1个2个一定硬要จิ้，佫敢若是面对面。嘴对嘴的亲小孩，说他这是热情。互逼出来，佫有这段，甲亲像查甫囡仔无配合徛起来，竟然就来扭手、踹头，强制将人带走。这个过程是真粗鲁，佫放手将囡仔摔伫咧涂骹，囡仔已经趴伫咧涂骹，伊佫用骹来踢，甲囡仔踢去壁边，用摔得在地上。然后又摔得在睡床上面，从那个安全座椅拖下去撞到墙壁。翻出安尼影片，就159段，已经全部交予检方。社会局嘛咧清查，锁定托婴中心4个人有无适当的照顾，其中负责人姓李的托育人员甲行政来罚12万，嘛来公布伊的名。另外一名姓郑托育人员因为行为较轻，判罚6万块，同时命令停止营业1年。这坦白讲，这个是依照法律规定所可能裁处的这个额度，要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觉得加10倍都还不止。这间托婴中心捌互人查到年母啊冒名代替，如今佫传出真恶质咧对待这个囡仔，行为互人真歹认同，是安怎嘛袂当放伊煞。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拜二暝尾3点钟，新竹新埔一搭分两搭互贼仔走入去内底，2个嫌疑犯驶一架美玲的白色轿车走入去分两搭内底，甲店头收银机的钱，也佫有粉含分两，佫有一寡量的拢总拼去。头尾无5分钟的时间，店头发觉了后，气甲丢骹顿地，赶紧报警察。落尾警察进一步追查，这2个嫌疑犯不三时咧做贼，短短1天内就掠到人，甲因依法上班。敢是去翕到一个穿白色的外套，佮抵押求无爱查甫人，行入去槟榔大店内，鬼鬼祟祟，刷落来另外一个共党的嘛行入来，2个人开始四界敲，要偷摕值钱的物件，偷摕到了后就随离开现场。老板他们一早来发现那个门是打开的，然后知道遭窃了，然后就调监视器，后面等报警了。还偷些什么？钱和那个香烟那些吧。损失大不大？昨天的营业额。25号半暝3点外，新竹新埔一间槟榔摊调查头，2个贼仔驶一台白色
色米冷的轿车走去槟榔摊，伫底底5分钟内，甲人收银台内底钱、甲粉、槟榔饮料全部拢拼去，头家去甲报警，佮伫人面前社团破文，希望网友会当斗3工找人，找到有赏金。警方发现2个嫌犯，毋是头一届犯案，顺线追查了后，底底无到1工就抓到人，尾也按窃盗罪甲因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甲大也未收煞，总统官邸附近气氛真紧张，因为一个桥倒摆人经过，强强歹喘气，讲骹手会麻。伊烦恼伊拄为日本北海道倒转来台湾无满14天，敢会是去挖到中国武汉肺炎，赶紧甲徛卫兵的宪兵喊救命，特别叫宪兵莫伤过晚，宪兵嘛真细腻，赶紧通报。医护人员穿保护衫来到现场，甲这个查甫送去病院检验，初步了解该在无发烧的症头。总统官邸附近戒备松严，常常有人喝酒，互警卫勤务变甲足紧张的。当时这名男子刚好骑车经过总统官邸时，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呼吸不顺，他赶紧停下车，并向一旁的士兵求救。25号下晡3点外，一个姓郑查甫人骑车经过总统的官邸附近，伊常常感觉身体无爽快，只好先停车，向徛伫边仔宪兵来求助。伊讲16号才对日本北海道转来台湾，即马感觉真喘，骹手拢会麻。佫特别请宪兵莫挖伊伤近，就是烦恼家己是毋是感染着武汉肺炎。宪兵一听，就赶紧来通报，而且协助叫救护车。救护人员嘛毋敢代志，穿着防护衫来到现场，将这个查甫人先送病院做体检。他3点钟在4号门那里，是那一边的。对，后来有派出所过来。救护车赶紧将人送到上近的和平病院来去做诊断，初步量体温确定无发烧，但也是爱经过详细体检，才会当确定伊的健康状况。武汉肺炎疫情看甲全世界，即马任何状况拢互人变甲更加谨慎。记者综合报道。个人伫咧网络乌白传消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传，网络真侪假消息嘛拢无停过。刑事局接到民众报案，讲有网友伫咧网络闹话，讲毒品大麻会当杀死武汉肺炎。经过进一步调查，讲的人都是艺人郑浩贤，依照社会特殊维护法，该函送法办。另外，有网友乌白传，讲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伊讲台湾武汉肺炎已经超过500例，拢总200人死。这个过程实在是伤过离经，嘛，互王世坚气甲提过。艺人谢浩贤去年底才逼出食大麻，交亲的女朋友搁甲太太来冤家，如今争议搁再加一层。进前刑事局接到民众报案，讲有网友透过社群来咧传疫情的假消息，讲大麻会当杀死武汉肺炎。经过调查，这个网友竟然就是艺人谢浩贤。发现谢男系接获国外友人传送散开不实讯息后，未经求证，该讯息的真伪及散布照片，那造成民众误认，而且寻后将依设置法第63条以散布谣言，那足以影响公共治安廉。就伫咧谢浩贤的个人的社群抛出大麻会当杀死武汉肺炎的假消息，下骹阁有民众来咧起赞，就惊引起民众误会。警方接到报案，随就来调查，因为大麻伫咧台湾是第2级的毒品，若网络假消息，阁毋拿即件。就有网友伫咧面册写，顶摆甲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开讲的时阵讲到肺炎，伊讲即马台湾已经超过500例肺炎，死亡的个案都有200例，特别是花莲甲台北市拢是重灾区。但总统蔡英文一直毋敢来公布，这互台北市议员王世坚赶紧出面来讲，根本都无即件代志，是非常可恶的。这个引起我们社会不必要的恐慌。那么这一点是罪无可赦。就惊引起误会，王世坚已经收集相关的证据，讲为着名声一定会来提告。记者综合报道。昨昏高中以下校校拢开学，这一天校校防疫工作，大家拢真张持。像讲桃园有一间国小，因喷醋氯酸的喷雾做一条防疫的磅空，互学生囡仔会当行过，安尼来消毒。也毋过这个办法引起到医生有无同的意见，认为讲这款的醋氯酸敢若会当用伫咧环境消毒，若是喷入咱人的身躯，可能对咱人有败害，校校赶紧甲伊摕掉。另外，台北也有宜兰拢有校校来设防疫的布棚，按算要互发烧的学生囡仔甲因隔离咧遮，落尾因为有人有意见，宜兰县政府已经下令爱摕掉，若台北是继续用。
开学的日子，校校严格咧执行防疫的作业。桃园龙潭都有小学仔来打防疫喷雾的走廊，互学生啊一个一个来通过，一面来喷抗菌液。本来是想要互防疫嘅一层保障，但煞升起外界质疑，因为醋氯酸可能会影响人的健康。因为你的用法不同，其实风险会不一样。不建议这样子拿来做喷洒的状况，因为第一个你有可能会被吸入，第二个部分它的喷洒不均匀，所以其实根本没有达到很好的消毒。因为每个专家的看法不一样，那其实我们做的是非常少浓度的一个方式，那也是社区的美意。那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全部拆除了。引起争议了后，学校就来将防疫喷雾的走廊拆掉，因为有医生伫咧面册铺文，表示醋氯酸有毒性，嘛毋是对细胞无败害，建议大家使用就要较谨慎咧。除了喷雾的走廊以外，宜兰甲台北嘛拢有国校仔来咧打芳厝，医生要来做发烧学生的隔离区，不过宜兰县政府要求来拆掉。要拆掉，对不对？不要这个学校的一些防疫的努力不要被误解，大家对帐篷有疑虑的话，那我们就找一个更好的一个空间。宜兰大前国校啊，因为校舍无够，出奇招来搭芳厝，煞互人骂，只好另外来找较适合的隔离的教室。若共款搭芳厝的台北实验国小，就免拆。搭一个芳厝有2种无同的反应。开学的日子，校防疫话题是真多。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囡仔开学，时代嘛烦恼讲拜到拜五上课5天，囡仔用的喙罨敢会无够用？落尾中央赶紧放令买限制，为明仔载，也就是新历27起，买无够13岁囡仔因用的喙罨无限制卡号或者是双号。另外买的数量嘛增加到3份，7天会当买一届。也阁有要安怎互囡仔会当长时间乖乖啊挂喙罨？专业的心理师嘛特别分享2部撇步。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开学的头一天，大部分的学生拢有挂喙罨去学校，毋过逐天上课拢爱挂喙罨，嘛互爸母烦恼囡仔用的喙罨会无够，中央赶紧甲买喙罨的限制放令。我们本来就是说，儿童的健保卡是3岁以下，本来有单双号的限制，现在也取消。那以前是可以代买一个，我们现在可以代买3人次。为27号开始，13岁以下囡仔用的喙罨排队无限制卡数，也是双数，7天内上济买4块，一个人一届上济会当替3个人买，其他的规定拢无变。不过就算买有喙罨，要安怎互囡仔愿意挂起来，嘛是一个问题。小孩一定是不愿意戴的，因为我小孩才小1，因为有时候他戴一戴就直接拿下来了。为什么孩子不喜欢戴口罩？除了很闷热之外，主要是这个地方的耳挂久了会卡耳朵。专业的心理师为囡仔的角度来想，用卫生纸甲揪大部分包起来，互喙罨挂起来更加舒适，或者是伫喙罨的外口喷刮有透水的精油，嘛会当互囡仔的心情更加放松。口罩的香氛制作的部分是20cc 的酒精，对3滴的精油喷在口罩的外围，而不是内侧。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厉害，就惊病毒会伫学校传开，要安怎互囡仔愿意长时间来挂喙罨，嘛正做父母甲老师一个爱想办法解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插播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前卫生署署长叶金川下早来到新北市市政府参加防疫志工成军记者会。伊针对到现处时咱台湾防疫的成绩，伊学了有对。另外，针对到伊进前讲到叫高文哲、马英九，也有苏贞昌较少讲话的，就冇上新的回应。在武汉或是大邱，它那个就是社区大流行，那我们很就是控制得很好，我们这个指挥中心做得很好，他们能够维持在一个社区的有限度的感染，那大家应该庆幸。那不可能没有社区感染的，就是。那这超前部署，现在说要超前部署，那这个疫情开始什么样的？这个我也不懂什么叫超前部署啊，因为这个是防守。就是检疫嘛，隔离啊，那这一群人就是检疫人员，这个检疫的护理师，检疫的我们这个村里长还有地方的护士，在做这个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还有自主管理，这些人管了大概有1万多人啊，这是一组人。然后治疗是另外一组人，就是
医院，然后这个隔离病床、隔离负压病床，或是这些是为了已经生病以后去治疗他们。那这是不同的人在做这个事，这本来就应该部署，不需要超前部署。他们要准备好，随时有病人会到这些机构来治疗的。目前台湾有什么要补强的地方吗？这个还是请这个指挥中心去处理了。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医院要做一些准备，那相信他们也在做准备，就是负压隔离病房会不够的情况下，怎么把一般的病房改成隔离病床？这个很简单，只要变成单人床就可以了啊。那因为它不是空气传染，也不是那种气凝胶传染，所以不需要负压隔离病房，在一般的病房就可以治疗。就是你也认为说超前部署这个词好像被这个我不懂啊，我没有听过什么叫超前部署这样，要超前什么东西这样。那在一级开设部分有一些相关的。一级开设是这样哈，如果你们认为苏贞昌来主持，跟陈时中主持，我宁可选择陈时中。那所以，中央其他部会，或是国安单位，要给现在的指挥官十足的资源，那而不是换指挥官。这政权换将，这个是大忌嘛。而且他做得很好的时候，为什么要换这个指挥官呢？所以你选择陈时中而没有选择苏贞昌的原因，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详细说明一下？陈时中跟这个机关署其他人员的关系比较清楚，他也比较互相之间有互动。那基本上陈时中固然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他还是一个专业人员，那做的判断会比较正确，当然不是他100%正确嘛那有些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考量但基本上都还可以接受。那既然是这样，大家都信任他，让他继续做，除非有什么问题，再来做什么一级开设。那一级开设跟现在的不一样，就其他部会或是国安的资源，那这个苏贞昌或是蔡英文就可以给他十足的资源嘛，不一定由他来主持这样。上节目有提到，就是说要回归甚至点名马英九前总统，你能谈一下你的看法？我听不懂你讲什么，再讲一次。上节目就是有提到说回归专业，要回归专业，为什么会特别有这一番感触？我先讲一下，我没有讲闭嘴这2个字而是说，政治人物对这个疫情多说无益嘛那去争执或是去 argue 说这个案是什么或是应该公布不应该公布，其实是没有帮忙这个疫情的控制。那所以让指挥官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疫情，而不是处理口水那所以我讲的是举几个例子，譬如说柯文哲，譬如说苏贞昌，譬如说马英九，他们各有一些看法，但是这些看法无关紧要，就是跟疫情没有关系，所以请他们还是少发言让全民大家一起来做防疫的工作。那今天的课程对这些志工们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吗？志工就是全民都要防疫嘛，那何况是志工那他们是现在的是社会局的志工，其实他不处理那个社区检疫跟社区隔离社区隔离是卫生局，然后社区检疫是
民政局。不过，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个疫情做一些帮忙除了自身以外，还可以让其他周遭的人可以去影响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安定人心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做得很好，那加上全民的支持、全民的配合，就可以克服这一场跟新冠肺炎的这个的对抗这样的。对。署长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不一定要用到负压的病房啊，那这样是会建议医院去，就是说现在一般的病房也可以多做一些准备。对啊，那这个准备其实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准备啊，只要移动就可以，挪动就可以嘛。但是要有规划了，也就是说，提前规划说哪些病床比较容易改成单人而且是给感染病人用。你总要有一个固定的角落，那出入要方便。要有感染区、干净区这个划分的那些变化，要先，我在气喘了，不好意思，要先看，因为太紧张，要先看好，要准备好这个可能就是有些人讲的所谓超前部署嘛那如果是这个叫超前部署，那是必要的，可以。就应该赶快做这样的。好，拄则咱听到是前卫生署署长叶金川上新的回应，伊讲唔是叫政治人物来点点，是讲政治人物话较减讲，因为讲伤济嘛无效。伊讲上界重要，即嘛就是爱做防疫工作。今日会知影郭文德参加活动的时，无安排媒体访问，也毋过媒体也是伫咧介入，希望伊有上新的回应。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那个妇幼医院现在是不是要成为北区的应变中心啊？和平吧，什么叫妇幼？和平。来，我要先去上工。上叶金川说到记者关心法律。好了，上工。陈时中说你的话当玩笑听就好了。陈时中说你的话听玩笑听就好了。我请问市长，刘真拆掉叶克模式好转了吗？要不我先走好不好？市长来个2句就好了。拆掉叶克模吗？你们不要那个开幕第一天不要把我的花都踩掉了。市长为什么开发出一个旺旺的水神呢？有啊。市长，现在大甲妈持续照办，会不会成为防疫的破口？因为不会，现在不是没有。市长可以回应一下吗？左转。不应该要规范吗？大甲妈楼是要如活动？我们让我先尽完义务再来处理。市长现在什么不讲？是因为听叶金川的话吗？哎呦，我那个学长又怎么了吗？因为他叫你闭嘴。闭嘴。哦，为什么？那你会闭嘴吗？所以你是听他的话吗？学长通常对我很好啊，有什么问题吗？那陈时中说你的话当玩笑听就好了。那也很好啊。现在2个学长都在叫你闭嘴，或是想要理你，这样。陈时中不是我学长。还没。市长，那个北区中心现在。好，哇，你看，被踩到，谢谢。上网公开不受法。来，上报。为什么公开行程不受法？不晓得，你要问一下。那你可以受访，你可以停下来受访。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国民党党主席的这个补选倒打时间，剩2礼拜，候选人郝龙斌也有江启臣2个人颜面白白。今日拄到前立法委员卢学忠的新册发表会，2个人有小赌。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义勇来查咱了解。义勇。好，主播带你关注一下呢。现在其实，在国民党这边呢，今天呢，特别在立法院，其实国民党中常委呢吕学章就在立法院呢举行了新书发表会。而在会中呢，也邀请了许多党内的重要人士，也包含了党主席的补选候选人郝龙斌以及江启臣。而此外呢，其实现在呢，距离最后的选举阶段也只剩下倒数2个礼拜了。那因此呢，也被媒体问到了，对于呢，现在党内其实最多的党员，也就是黄复兴。有将近8万名的党员，这个党员呢要怎么样来维护，以及要怎么样来争取他们的支持呢？马上带你来听听看。党内的选举，本来党内选举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啊，然后选前我们做
民主的竞争，选后一定要团结。那立法院，我过去也当过立法委员，所以这个地方是我很熟悉的一个环境。我觉得黄复兴绝对不能裁撤啊，可是黄复兴也要精进。我相信我对黄复兴的认识跟黄复兴的了解，我未来在黄复兴这个组织上所做的努力，大家一定会认同。我们怎么看傅昆萁要重回国民党？像好像说傅昆萁想要重回国民党，然后像好像说要交给新任的党主席跟中常委来决定。我对这个事情的立场很清楚啊，就是傅昆萁委员在过去几次总统大选，他都是支持国民党，而且现在他已经加入国民党党团的运作了。所以朋友要多，敌人要少，我是乐观其成的。好，可以听到呢。此外，他们也是认为呢，被媒体问到关于傅昆萁的党籍恢复案，其实郝龙斌也特别强调了，他认为呢，国民党就是应该要在危机时刻呢，要朋友越多，敌人越少。以上分享决定信息，先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议员，我再来关心宜兰五吉乡海墘仔有一片鱼仔死规片。伫昨下晡，五吉乡海墘仔发觉到真大片的白口鱼，数量算的差不多有2-3千尾。初步勘查，敢若是一款鱼仔死，应该毋是环境污染到的。若死的原因，佫毋知影。乡长沈德武也佫有环保局、动植物防疫所拢来到现场处理，呼吁民众千万毋当捡回去食，才袂食了有代志。这款的白口鱼会死规片的原因，需要专家进一步来调查。疫情影响到本地7月底要开幕，东京奥运到底会停办，或者是照常举办？国际奥委会副主席邦德接受美联社访问的时，伊嘛讲到，国际奥委会到今为止拢无接到要求取消或者是延后办奥运的消息。邦德伊嘛讲，主办国会会当用这个2个月时间来做决定，也就是讲决定要继续办，这个上尾期限是伫5月下半个月。日本武汉肺炎疫情也未收煞，那是东京一寡大学在内，也有日本各国立的大学第2届学测新历25已经上场，大型考试可能会引起到烧坏机会会较悬。另外，伫咧考试内底，这学生囡仔大家拢真顶真，大家拢挂喙罨，也有穿酒精这消毒药品，也有学生囡仔挂喙罨，考试有人是一届穿几落的会当替换，就是烦恼讲万不利，若是为着中国武汉肺炎。安尼规个就乌有去。考生大家看起来拢真紧张，挂喙罨行入去考场。高中生上重要的学测，却拄到武汉肺炎，互考生实在真无奈。考試之前防疫的工作拢愛做好。こまめに手を洗ったり、殺菌とかそういうシートとかで手拭いたりしてました。移動したらすぐ変えてます。アルコール消毒とかも持ってきました。ちゃんと持ち歩けるようなやつを持ってきて。25號是日本國公立大學第2屆學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這一流的大學，攏佇即間考試，隨望日本武漢肺炎的疫情真正熱。不過學測也是照常咧考，一名學生佇同一間教室內底考試，上驚病毒畫來畫去。那考生攏真細膩，考場嘛真緊張，準備真濟喙罨酒精這的物件，含家長嘛唔敢放放學。若是考生为着武汉肺炎未当去考试，有的大学嘛有应变的措施，会当互考生来补考。不过日本第一流的东京大学甲京都大学，煞干来当考一届，今年无考就要搁等明年啊！这个考试实在是伤过重要啊！莫怪考生拢真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不爱互家己破病。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韩国为着中国武汉肺炎的人数嘛愈来愈多，即嘛算算拢总977个去为着，其中11个人不幸无命。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令大区也阁有庆尚北道要来实施严格封锁办法。伊讲毋是封城，未禁止人员出入，也毋过到一个大韩航空空服人员确定去为着，害大家拢足紧张。美国嘛已经提悬韩国旅游警戒到上界悬第3级。一寡伫咧韩国的中国侨民也阁有游客，因为烦恼去为着，已经赶紧走转去山东，也阁有隔离省。中国嘛已经要求全部为韩国来旅客拢爱隔离14天。
一台南韩济州航空的班机25号飞到中国山东的威海市，乘客一个落飞行机，就互接去附近的旅馆隔离。飞行机顶的167个乘客，有144个拢是中国人。看会出来，有真侪伫韩国的中国人，拢因为惊南韩武汉肺炎的疫情走转去，嘛，互首尔飞青岛的飞行机，逐台拢坐甲满，机票嘛得咧一直去。 중국 정부는 우리나라에 대해 여행주의보는 고려하지 않는다는 입장입니다. 그런데 일부 지방 도시들은 한국에서 들어온 입국자들을 中国的疫情有小可较控制啊，颠倒开始烦恼病毒会搁为南韩传转去。山东省甲吉林省真侪城市拢加强管理为南韩来的乘客，请专门的人为机场甲因接转去厝的或者是旅馆隔离14天。 派专车专人从专门通道将从韩国回来的人接走，并送到他的目的地。南韩疫情愈来愈严重，美国疾管中心甲韩国的旅游警示提悬到上悬的第3级。另外，美军嘛甲3月的美韩军演的规模改较较细。 이번 주 안으로 확진자 증가 세에 뚜렷한 변곡점을 만들어내야 할 것입니다. 南韩总统文在寅下令对大邱甲庆尚北道执行上大的封锁措施，不过伊强调这不是封城，未禁止人出入，要伫这礼拜内甲疫情控制掉的。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肺炎疫情的关系，中国一寡城市已经全面封城，导致直播主持人伫厝内隔离无代志找代志做，常常想讲困嘛来直播，结果剩54万人踮咧看。 要改在这我们霸酱聊聊嘞！你敢跟我打？我不来！你干什么？我要谢谢今天最意外的大功臣范玮琪。对不起，给我跟阿妈讲，阿妈讲，我想阿妈。你妈要的就是你爸一个道歉。我真的很想很用力的恨他。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 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正义感十足的大力女，你些混蛋！我今天不能就这样放过这小子！天哪，我怎么办？对不起。史上最嚣张的傲娇男，当那个代表他的私人保镖，要看你的实力决定年薪呢。发动车子。我吗？说不定有炸弹，你怎么能不吭一声就消失啊？马上跑回来。 女力当道，恶男闪开。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姊阿姊的姊，某人读做姐。这个姊就是称呼有血缘关系同辈女性，比家己较济岁，像咱讲大姊、表姊，嘛会当用来称呼同辈无血缘关系比家己较济岁女性，像咱讲彩裙姊啊。啊，若是称呼较有能力，或者是较有关系的女性，像咱讲大姊头啊。啊，若女性的朋友伴，就讲是姊妹仔伴，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咱做伙来看到头一个就是母大姊，是咧讲母比翁的年纪较济岁。第二个词乌鸟姊啊，是咧讲一个查某人伊的穿插真适拍。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咱咧讲带母大姊坐金交椅，因母的年岁比伊较济，也毋过穿插同款真适拍，是在地出名的乌鸟姊啊。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姊，另外一个音读做姐，提供互大家参考。 继续要来关心，唔那是有乌鸟姊啊，也阁有这个乌狗兄。因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中国一寡城市已经全面封城。这个直播主持人伫咧厝内隔离，无代志找代志做，常常想讲困，会当来直播，要互网友看伊讲困，敢会讲。结果这个画面拢总写54万人次踮咧看，伊嘛摕到代票差不多33万块的奖金。原来卡伤手伤困，会当趁钱。 我直播睡觉真的只是因为我无聊，但我没想到你们比我更无聊。大陆武汉全面封城，这个网络直播主伊莎伫咧厝内隔离，足无聊的，竟然来直播，家己咧困。刚才看到伊伫镜头前无顾形象，困甲咕咕叫，竟然声54万人来咧看，一暝都变红，连伊家己拢惊一个。然后他们说我睡觉不会打呼噜，
但是会打屁。直播做医生，想要知影家己咧困的时阵是毋是会寒，就来开直播。无想到这一个困去，醒来了后，竟然发现有54万的人伫咧网络顶悬来咧看。伊隔顿工，搁再直播困12点钟，看的人数来到1857万，搁得到差不多台票33万的奖金。买奖的人数嘛，对37000个人，逼甲超过83万人。说实话，我靠睡觉赚了点钱，我确实开心。但没必要一直睡下去，懂吗？不过靠困白红的医生，即马连起床、啉水、上便所拢互买奖嘛，讲伊无负责任，要求伊继续困，互伊嘛感觉真无奈，表示烦恼即马的少年人会想要学伊用这种方式来咧趁钱，讲以后袂可再来直播，伊咧困啊，肺炎的疫情继续咧烧，无想到嘛变做另类网红的一个商机。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来关心春天天气黏咪寒、黏咪热，一寡人爱食火锅。伫台北道这间火锅店，甲麻油鸡，抑个有花雕鸡做法小夹杀麻条菇。你遐改在这我们爸叫聊聊嘞。你敢干嘛？我不来。你干什么？我要谢谢今天最意外的大功臣范玮琪。你等去。陪我跟阿妈讲，阿妈讲，我想阿妈。你妈要的就是你爸一个道歉。我真的很想要，很用力的恨他。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正义感十足的大力女，你些混蛋！我今天不能就这样放过这小子！天哪，我怎么办？对不起。史上最嚣张的傲娇男，当那个代表他的私人保镖，要看着实力决定年薪呢。发动车！我吗？说不定有炸弹，你怎么能不吭一声就消失啊？马上跑回来！女力当道，恶男闪开。2月28日起，请锁定台视《大力女都奉顺》。两人需嘴咬杯子并承接可可粉，率先达到指定重量队伍即可过关。没有，他力度要再低一点点而已。不会套啊，套在自己脸上。我还以为你们很厉害。这不好，八高250兄弟，太多了吧？250个都不到了，250兄弟，八高，都是你起啊！感谢福尔额温枪冠名播出。一直在学你调酒，还会不让我接缺课的工作。总监，我之前已经联络他经纪人，可是这不是你应该要犯的错。不如这样好，把马格丽丽的合约转给你，你让我入股星星吗？掌声合约都一定有头头，可能在哪里？机房，把电力线关掉。食饭时间久了，再来看到台北这间火锅店，是甲麻油鸡，抑个有花雕鸡做法小夹杀麻条菇。店员嘅人客面头前，甲麻油的姜仔片来甲伊浸香，参无骨的鸡腿肉、花雕酒，抑个有花雕酱做伙落去拌，汤头吃起来特别甘甜。我们这个是麻油跟姜，对，我们会先爆香。麻油先落鼎予热，姜才甲放落去浸香，刷落来甲这个粗骨起来鸡腿肉甲放落去香，甲有鸡皮迄边甲打鼎，安尼煎甲滋滋叫，这当阵会当闻到麻油的香气，是安尼香，讲香。鸡腿肉搁爱双边甲煎好赤赤，通甲内底油甲煸出来。卡叔讲，你若是叫是这是定定咧看到的麻油鸡，那安尼真正是看了的伤无点啊！刷落来秘方就是这落花雕酱。搞嘟嘟香香香的麻油来倒打这落花雕酒的香气，真正是配甲麻。等到鸡肉甲这个香气拢甲烧入去了后，就会当来甲放海带汤，搁甲花雕酒甲倒入去，
店家各伫道边咧服务，伫遮现点现炒，佮教你安怎来食上盖赞。然后因为现在鸡肉是半熟，所以你大家可能再等3到5分钟就可以了。对，然后现在可以先放一点蔬菜料下去熬。定定咧激头壳来开发新的食食，因是少年头家吴志涵甲林挺立，一个是宜兰百年中药行的第4代，另外一个是出身伫个家人做食食的世家。家里的人啊，亲戚朋友也都做餐饮业。那虽然我不是本科系，但我对这个就很有兴趣。对，觉得做厨师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因两个人原本无熟识，伫几多年前做伙伫一间连锁食宿集团咧做工课。因两个人的个性下，就来成做好朋友。佮加上因两个人拢真爱食火锅，嘛拢有创业的愿望。所摆因就做伙来开火锅店，双人安尼相敬相挺，做伙来拍拼。林挺立，伊从细汉就住伫家人坎仔顶的鱼池边，伊对海产是真熟手。伊知影安怎敬才有好货，安尼通互人客去食到上青的海产。我们的海鲜的部分呢，我们都是挑选规格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个 AB 龟，我们就是挑 A 龟的。对，那像这个虾子的部分啊，它是蓝钻虾，我们就是挑比较深海、无受污染海域的海鲜。因若厝的伫开中药店的吴志涵，伊甲中药甲倒入去料理内底，掺即了大红泡、甘草、月桂、人参红做这药材，研发出会当啉落去的麻辣汤底。因为大部分的麻辣汤头都会比较偏辣跟偏麻，所以它的汤头其实大部分只是涮肉，比较少在喝汤。那我们就会想要研发出来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比较温和的麻辣汤？我们既可以涮肉，也可以喝汤。因两个人斗搭来结合家己的专长，伫咧创业这条路真绵烂甲行落去。做到即卖，因已经有5间分店啊，因佫打算要甲混垮，通来完成因人生追求的梦想。记者综合报道。你要改在这种霸酱聊聊嘞！你敢干嘛？我不来！你干什么？我要谢谢今天最意外的大功臣范玮琪。你跟去，陪我跟阿妈讲，阿妈讲，我想阿妈。你妈要的就是你爸一个道歉。我真的很想要，很用力、很用力的恨他。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正义感十足的大力女，你些混蛋！我今天不能就这样放过这小子！天哪，我怎么办？对不起。史上最嚣张的傲娇男，当那个代表他的私人保镖，要看你的实力决定年薪啊！发动车子。我吗？说不定有炸弹，你怎么能不吭一声就消失啊？马上跑回来！女力当道，恶男闪开。2月28日起，请锁定台视大力女都奉顺。2人需嘴咬杯子并承接可可粉，率先达到指定重量队伍即可过关。没有，他那个要再低一点点而已。这个不会套啊，套在自己脸上啊！我还以为你们很厉害，这不好，哇靠，250兄弟，太多了吧？250个都不到了，250兄弟，哇靠，都是你起啊！感谢福尔额温枪冠名播出。你在谢你求救，还会不让我接缺课的工作。总监，我之前已经联络他经纪人，可是这不是你应该要犯的错。不如这样好，把马格丽丽的合约转给你，你让我入股新兴卖。掌声合约都一定有流通，可能在哪里？机放，把电力线关掉。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
大房出租的房子竟然发生灵异事件，众人互相你推我挤之下会发现什么？玉轩终于知道佑廷与光兴原来是场误会，古灵精怪的他会有什么其他想法吗？帅。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做代志，行是一个梦话。咱相唱无是一条性命，只要恁做三陪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四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那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你要改在这我们八将聊聊嘞。你敢干嘛？我不来！你干什么？我要谢谢今天最意外的大功臣范玮琪。你跟去，陪我跟阿妈讲，阿妈讲，我想阿妈。你妈要的，就是你爸一个道歉。我真的很想要，很用力的恨他。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正义感十足的大力女，你些混蛋！我今天不能就这样放过这小子！天哪，我怎么办？对不起。史上最嚣张的傲娇男，当那个代表他的私人保镖，要看你的实力决定年薪呢。发动车子。我吗？说不定有炸弹，你怎么能不吭一声就消失啊？马上跑回来！女力当道，恶男闪开。2月28日起，请锁定台视大力女都奉顺。两人需嘴咬杯子并承接可可粉，率先达到指定重量队伍即可过关。没有，他那个要太低，一点点而已。不会套啊，套在自己脸上。我还以为你们很厉害。这不好，哇靠，250兄弟，太多了吧？250克都不到了，250兄弟。我对不起啊！感谢福尔额温枪冠名播出。为啥谢你调酒，还会不让我接缺课的工作？总监，我之前已经联络他经纪人，可是这不是你应该要犯的错。不如这样，把马格丽这个合约转给你，你让我日子轻松啊。掌声合约都一定有流动，团在哪里？机放，把今天先关掉。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哦，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房出租的房子竟然发生灵异事件，众人互相你推我挤之下会发现什么？玉轩终于知道佑廷与光兴原来是场误会，古灵精怪的他会有什么其他想法吗？帅。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
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赏花。最近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大家敢唔敢出门去旅游行大？国民旅游的市啊，即马当咧度小月。南投就有一间游乐园，因为烟花当咧开花，颠倒声真侪人来到遮参观。开学进前，上尾一个拜六、礼拜日来人数已经破新冠的纪录。刷来28年假，业者办防疫活动，鼓励大家加出门来吸收熏陶精，来当增加家己的抵抗力。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在线龙霸酱聊聊。